疫情封锁造成新疆一栋大楼着火烧，民众无法度逃生，至少10人死亡。中国开始加起反封锁、反政府的示威。美国卡球协会声援伊朗头巾示威，网络看的比赛分组表甲伊朗的国徽摕掉，引起伊朗官方抗议。北韩的官方媒体搁看领导人金正恩甲伊的查某囝金珠爱相片，外界又讲金珠爱接班人的机会愈来愈悬。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今日的头一站，咱行来到中国。中国是坚持疫情清零的政策，已经甲民众逼甲边开。顶礼拜四11月20日，新疆乌鲁木齐有一栋大楼着火烧，却因为疫情封锁管制，造成民众无法度逃生，至少有10个人死亡。新疆当局事后的调查，竟然是讲民众厝内电线无符合消防规定，民众自救的能力有问题，甲责任拢是撒甲对受害者身躯顶去。这互本地对封锁政策不满的民众，规巴都火是规个压起来。除了新疆的乌鲁木齐民众直接甲防疫人员起冲突，中国各地嘛拢有示威活动。上海都有侪民众组织伫咧一条号做乌鲁木齐路，声援受火灾受难的民众。佮大声喊讲解放，佮喊要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针对这款情形，警方却是开始抓人。对这场路当中，咱就会当看到讲，民众和警方暴力压起，大批警察是享受要逼退抗议的人阵。中国首都北京嘛有抗议活动，这场路当中，咱会当看到是少年族群发起的白纸革命。白纸顶头又是啥物话都无写。虽然大家拢是心内知，知影是抗议官方的封锁政策造成人民保命，不过警方若是动手抓人，就是无缘故黑白抓人。这愈团愈热的反政府示威，会用咧讲是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了后上大的全国性示威。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习近平下台！解放新疆！解放新疆！解放新疆！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上海抗议地点伫乌鲁木齐中路周边，到17暗时已经是连续第2天，为哀悼火灾死者活动演变做严重警民冲突，就亲像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少年人为主的抗议群众向镇暴警察唱国歌，义勇兵进行曲。民众的人要求警方放出还抓起的抗议者，也有人伫抵抗警方逮捕的时阵，原来被垃圾话。同款的话也出现伫首都北京清华大学学生伫校园集会，声援乌鲁木齐甲上海抗议。抗议场面为2时继续到暗暝，为校园拖到市区。上海已经有很多人被抓进去了，不只是昨天晚上，他们是为了大家，是为了所有人，是为了每一个骑手不被封在家里，为了大家能够吃上药，能够吃上饭。我们应该声援这些更勇敢的人。上海放人！上海放人！中国政府除了封堵火灾甲抗议信息流传，引起民众也被抓抗议新闻封锁。英国 BBC 记者劳伦斯伫上海采访抗议活动时阵，也互警方拘留几点钟。BBC 报道指出，中国当局明显低估抗议群众力量，因为这只是不满现阶段严格清零防疫管控。疫情爆发3年来，无论感染人数增加减少，也不管病毒安怎变异，坚持严格清零封锁已经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甲民众日常生活。也伫20大过后不偌久，习近平抓安权力的同时，民间出现要求伊甲共产党落台呼声。公司新闻7家人朋友。咱头拄则看到中国国内激烈的抗议活动，咱对边仔这张图就会当看出示威的范围有偌大。目前至少是已经有80间学校、15省有声援新疆乌鲁木齐抗议疫情封锁的活动。
北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一直往南到广州、香港，等于是规个沿海大城市，拢已经有反政府的活动。西南部的重庆、四川，东北部的乌龙港、甲辽宁的抗议情绪嘛，拢已经架起来啊。有民众就讲，政府是一直要求因爱配合防疫政策，不过这一配合都已经配合3年啊，甘效果无够。除了中国国内，伫咧济济出国去的中国人嘛，拢发起声援活动。这场示威已经是演变做国际关注的焦点。真侪人大声伫喊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大批中国留学生集合在中国驻英国伦敦大使馆头前抗议中国的防疫清零政策。点到了这抗chiến花悼念死者，中國新疆烏魯木齊公務間因為防控無適當，延誤拍火，這場大火奪走10條人命，引起各地民眾行上街路，大喊政府過度來防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者孔國鋒認為，最近幾家在中國發生的無穩定情況，對習近平來講是一個急迫的局面。Now that the whol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whole situation is reflecting that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are trying to seek a new equilibrium, and there will be some instability in the process. 北京的防疫協調官之下認為，中國對疫情堅持清零政策無切實際，應該確保每一個人去注射疫苗，尤其是老人，這才是防堵這種病毒的方式。中國政治經濟緊張，國際發生也拖累鄰近亞洲主要股市，禮拜早盤大部分攏跌落，大股一度大落超過200點。香港恒生指數也大落超過600點。市場分析師指出，最近的示威集會反映出中國民眾已經出現抗疫的疲勞，局勢是不是惡化，要看北京方面是否法度來優化防疫的做法，減少對經濟和民生的影響。記者綜合報道。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來看日本產經新聞。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內閣的支持率只剩33%，是就任以來上低嘅。這一個月內已經換掉3個官員，這陣個風聲講復興大使嘛牽涉選舉的擺帶。好人講，不過岸田文雄是好人要換掉復興大使。韓國朝鮮日報報道，駐南韓的美軍按算今年年底要佇咧南韓設太空軍司令部。第二個，佇咧美國本土以外的太空軍司令部，目的是要加強因應北韓威脅。英國 Times 報道，12月英國護理人員要大罷工，英國軍隊是按算要派人支援做救護車的司機，行政空隙等等，避免醫療系統的運作受到罷工影響。稍後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中國因為風聲引起的民眾抗議示威，警方甲百姓衝突嚴重的擴大。上尾是華盛頓郵報，美國馬里蘭州有小飛機撞到電塔，和電纜斷條咧，飛機頂有2個人救出來，不過附近是有10萬戶大停電。伊朗的反頭巾示威對伊朗的國內加到全世界。美國的卡球協會將佇咧網絡看比賽分組表，甲伊朗隊的國旗、國徽提掉，支持示威活動。不過這當然是引起伊朗官方的抗議。另外，伊朗相關的領袖哈米尼的外甥啊，錄影片講伊朗即陣敢若有暴力，呼籲各國都要甲伊朗斷交，徛佇咧追求自由迄邊，人煞已經是去互政府掠走。綠白紅做底，伊朗國旗中的國徽煞無去。美國卡球協會日前佇社群媒體打出分組賽事表，煽動伊朗國旗的國徽，表達對人權抗議運動支持，所以引起伊朗隊的不滿。W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post, but we are supporters of women's rights. We always have been. اقداماتی که در خصوص پرچم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صورت گرفته خلاف مقررات بین‌المللی و اخلاق هست. قطعاً ما از طریق فدراسیون目前這大文已經刪除，不過國外相關卻無停落來。美國甲伊朗特別佇台灣時間30透早3點，佇世界卡球小組賽正面對決，也互這場美伊大戰未演成轟動。另外，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的外甥女莫拉德哈尼佇一個影片當中呼籲外國政府甲伊朗斷交。根據當地人權團體消息，莫拉德哈尼已經佇23被逮捕。این رژیم به هیچ اصلی حتی اصول مذهبی خودش نیز وفادار نیست و جز زر و زور و حفظ قدرت قانون و قاعده‌ای به هر طریق ممکن نمی‌شناسد.
حال زمان آن رسیده است که تمامی کشورهای آزادیخواه به عنوان حرکتی نمادین و سمبولیک تمامی نمایندگان خود را از ایران فرا بخوانند و نمایندگان و وابستگان این رژیم سفاک را از کشورهای خود اخراج نمایند و بدین طریق اظهار همبستگی با مردم آزادیخواه ایران بنمایند. 9月中22岁考虑做女性艾米尼因为无符合伫头前的服装规定，和伊朗道德警察强行掠去了后，伫拘留所身亡，是因重判疑点，进一步爆发几啊个月全国性抗争行动。伊朗政府一直表示，遭到美国境外势力煽动，佮继续封锁消息。代志到即马，高算至少造成450人死亡，超过18000人被掠。即摆国际争议代表各界相反行动未停落来。公司新闻两岸编辑。北韩领导人的金正恩的查某囝金珠爱，顶礼拜是对爸爸去视察飞弹发射，让北韩的官方媒体佮看因爸仔囝含做伙开发飞弹官兵做伙翕的相片。报道当中对金珠爱的称呼是对顶回亲爱的千金改做尊贵的千金。外界咧讲金珠爱争做接班人的机会是愈来愈大。头前白伫后壁穿着黑色长大衣，北韩第一千金金珠爱礼拜搁再甲老爸金正恩斗阵出现，为了开发就这飞弹有功的军方官兵，相片内底差不多10岁，打扮清差较大人款的金珠爱，一粒看到老爸手骨，一粒甲伊来讲话，互动看起来父女感情是真好。这回北韩的官方媒体公布15张相片，比一礼拜之前5张还较多，而且对金珠爱称呼对原本亲爱千金改做尊贵千金，也讲到伊是金正恩上爱子女。南韩专家认为，这显示金珠爱地位是非常特殊。伊的消息连续来公布，绝对经过调工安排。南韩专家表示，金正恩的老爸金正日早在1992年，金正恩8岁生日的时阵，就向亲信表示，金正恩将是家己的继承人。这阵金珠爱年岁拄好甲金正恩当时是差不多。金正恩带伊参加新型飞弹试射重要场合，不如借这个机会，甲干部甲人民的忠诚延续到查某囝身上的意味。另外，当查某囝面，金正恩也讲出大声话，表示平壤最终目标就是拥有全世界上界强大的核武力量。不过，就算安尼，伊也是无忘记爱靠我中国这老大哥。 지역과 나아가서 세계의 평화와 안정, 발전과 번영을 촉진하기 위하여 새롭고 적극적인 공헌을 할 용의가 있습니다. 北韩的官方电视台拜六报道，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伫和金正恩的会谈中强调，愿意甲北韩共同来合作，寻求区域甲全球的和平稳定。外界是烦恼讲，有中国伫背后来支持，金正恩挑衅的动作有可能搁再升级。国际新闻张惠斌编译。 美洲加勒比海国家古巴将是举行地方选举，不过反对派是指控政府打压因提出的候选人，无要互因参选，呼吁民众就要抵制这场选举。另外，古巴的经济危机长期以来拢真严重，古巴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了后，宣布两国达成贷款的协议。中国答应会援助古巴1亿个美金，解决古巴欠生活物资、有能源危机的问题。 投票所内底的民众领选票了后，开始投票。加勒比海国家古巴而且举行地方选举，包括古巴总统迪尔斯卡内甲外交部长加的人拢去投票。El proceso electoral ratifica que Cuba mantiene la estabilidad política, mantiene su estabilidad social, independientemente primero del recrudecimiento de la batalla económica, la batalla de asfixia económica que nos están tratando de implantar. 古巴人口超过1100万，16岁以上的选民超过800万人。这届提名27000名候选人内底，会选出超过12400名市政代表，也是议员。这嘛是民众唯一参加政治的机会。也毋过，古巴反对派古巴民主过渡委员会说呼吁民众背及选举，讲因提名的候选人互政府打压，有3名候选人互政治警察阻止参加社区集会，嘛有候选人得到提名了后互打压，才会当退选。 而古巴因为美国制裁、新冠疫情、加政府的行政问题，加上9月伊恩洪灾，经济危机严重。古巴代表团2号访问中国，古巴总统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了后，中国同意重整古巴的债务，嘛关键协助古巴应对欠缺生活物资，甲因为飓风造成能源危机恶化的问题。 De la parte de China hacia nuestro país en el orden de los $100 millones que utilizaremos, por supuesto, en prioridades de nuestro pueblo para las cuestiones más básicas que están vinculadas con nuestra población.
另外，中国嘛甲古巴讨论包括能源、基础建设这相关投资。据国中国会资助古巴建设太阳能加风力发电站，佮会资助2间生物农药生产企业。我是新闻台党朋友。感谢您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明仔载再会。